微冷嘅濕雪為新年揭開序幕，好多市民都無懼壞天氣，到市中心嘅市議會拜訪多倫多市長苗大偉。當被問到新設稅項，包括土地轉讓稅、汽車登記稅等等，苗大偉認為係必須嘅。Yes, there's the new taxes. On the other hand, I think people understand that the city needs proper resources to be able to invest in that kind of infrastructure, and we're going to make those investments. That's what 2008 will be all about. 而中國駐多倫多總領事朱濤英亦有到場，佢祝願中加關係持續發展。除咗市長苗大偉接見市民之外，新任嘅安省省督安利亦都保持傳統，喺省議會度接見同埋祝福市民。整個儀式喺立法大樓進行，安利並冇發表講話，但係仍然吸引咗大批市民到訪。其中嚟自香港嘅黎先生就話：嚟呢度係想參與一年一度嘅傳統。我係過嚟交流活動嘅，咁我知道省督咧今日係接見市民慶祝新年，咁所以我想嚟參觀下啫。而幫省議會佈置聖誕裝飾嘅張女士已經係第3年被邀請出席。加我哋啲心思啦，同埋利用佢以前一路帶落嚟嘅飾物啦，啲咁樣就同佢佈置咗。咁跟住咧，第2年就用我自己啲 idea 啦，同佢加咗，咁佢已經好滿意啦。咁所以第3年都揾翻我哋咯。新嘅一年，各位觀眾有啲咩新年願望呢？時代電視記者梁津津報導。